2025年4月16日，維港口腔聯合福田口岸社區共同舉辦愛牙公益行動，喺社區現場設立義診攤位，為市民朋友提供免費嘅牙齒健康諮詢同檢查服務，普及牙齒保健知識，受到市民歡迎。呢次公益活動由維港口腔專業醫護團隊到場坐診，為市民朋友解答關於牙齒疼痛、牙齦出血、牙周病、種植牙等常見問題，並根據每位市民嘅牙齒狀況給予科學建議。現場仲提供口腔模型演示，指導居民正確嘅刷牙方式同口腔清潔技巧，幫助大家從日常生活中養成良好嘅護牙習慣。福田口岸社區周邊市民以長者居多，好多長者對牙齒鬆動、假牙唔適等問題感到困擾。維港牙醫耐心講解唔同修復方式嘅利弊，受到市民一致好評。唔少市民表示活動好貼心，平時睇牙唔知問邊個，今日終於有人專業解答啦。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本地紮根多年嘅專業牙科品牌，維港口腔一直致力於口腔公益事業，定期走入社區、學校、企業。維港口腔會繼續秉承專業為本、關愛為心嘅初心，將放心專業嘅口腔服務帶俾更多市民，共建健康幸福嘅美麗社區。